宜兰科技村以永华国民运动中心的兴建，其中游泳池无符合标准，嘛无训练池为例，认为真无彩，互咱办全运会连一个标准游泳池拢无。检讨市府受经费不足限制，所以设计白卡白手，造成设施拢无够现代化。强烈要求后续一定要严格把关。对此，市长回应，争取国民运动中心是实用，并不是豪华。你看市民的运动中心，一开始民众检举还没有启用，在试用的时候，当时的教育局局长还没有提出没有体育局的时候，我一直问他，人讲无看这个地吧，看地行咯，我也很不客气跟他讲。你是说永华是？对，永华，你看那个游泳池，要验收的时候，结果没有一个训练池，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路上？你想那个是没有标准的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游泳池。水道也没有标准，场地也不对。对，还当时我是质疑建筑师，我不知道你这个专业是在哪里，建筑师执照是拿到，当然各有专业，但是最起码你也 Google 去找一找，你找人家的建设吧，比例一下嘛，然后淘汰嘛，科技买这边，我的叫喊没嘞，就是说我们很久没有办，但是很多场馆设施都坏了。我们接着要举办，中央有钱给我们自己在配合款，所以你同样的市民运动中心也是一样，我们弄到现在只有一个永华国民运动中心，所以说我们各地方都要办。所以平常是回归市民使用，但是我们大型活动的时候可以借来我们做集训工作，这样子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团队吗？跟议员报告，就是我们要的是实用版，不是豪奢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用途可以找出来。会中议员嘛针对德客政治优先，对来建议全面开发为体育公园议案，连带关心社区靶场因为脑骨安全甲噪音的问题，烦恼日后步道开放会有危险性，要求尽速搬迁。会中市长嘛认为安全问题一定要处理。对此，体育局事后回应，依照关庙靶场的计划，核定大约2亿4千万向中央争取，明年得当动工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银根采访报道。